Hello，大家好，又係我高 B 哥啊，係時間提醒大家飲水啦，增添智慧，增添水分，智慧如水啊！好啦，今日高 B 哥同大家分享下，因為咧美國嘅前高官啊，呢個咧印太沙皇阿坎貝爾啊 ，OK， 佢嘅一篇嘅文章，咁啊，其實呢篇文章咧相對嚟講咧就唔係啱啱近排發生噶啦，都有一段時間噶啦。咁但係咧，我哋咧一定要知道咧，我哋嘅對手喺度諗緊啲咩嘢？咁啊，佢裏邊咧有啲分析嘅，佢就認為咧美國而家嘅戰略咧係錯噶。咁啊，錯個方式係咩咧？因為咧佢低估咗中國。OK， 嗱呢個咧其實咧有好多人已經講過。譬如咧印太沙皇阿坎貝爾啦，又或者咧之前咧佢哋嘅美國駐中國嘅大使啊，駐華大使係咪？阿伯恩斯咧，全部都講俾你哋聽咧，就話咧美國咧而家內部嘅人咧係低估咗中國，咁啊低估咗中國嘅實力咧，就變咗佢哋咧好多嘅政策咧就即係唔適合或者唔足夠咧去抗衡中國嘅所謂。而其中一樣嘢咧，佢哋最難解決嘅係咩咧？就喺畫面上面寫住呢個咧，北京嘅持久嘅優勢。嗱，佢唔單止有優勢，而且有持久嘅優勢。嗱，咁樣兩個講法都得嚇。第一樣嘢就係因為咧，北京嘅政策係持久性嘅，咁所以咧，佢嗰個持久性一出嚟嘅時候咧，嗰個政策就帶俾佢哋嘅利益咧就好多。第二咧就係嗰個優勢都係好持久嘅。咁變咗咧就話佢一路延續落去，咁所以咧佢可以食盡咗個紅利。嗱，我哋每一次咧都係咁樣講下，美國咧每一次又話咩政黨輪替啊，每4年一次嘅選舉啊，跟住完咗嘅時候，如果咧由呢個民主黨變成共和黨咧，佢就會推翻晒前朝啊好多嘅政策㗎。咁其實前朝咧可能假設咁講啫，可能佢有一啲咧好嘅政策喺度㗎。但係因為時間咁短咧，佢嗰個優勢仲未出到嚟啊。OK， 咁未出到嚟嘅時候咧，又俾你推翻咗啦。咁啊變咗咧，明明係好嘅，但係對於共和黨嚟講唔好啊嘛。咁所以佢咧就會推翻你。好啦，推翻你之後咧，咁帶俾美國嘅優勢就冇咗，又要重新適應過，又要重新做翻一次新嘅一個咧即係規則規矩。咁變相咧即係話咧美國咧經常性咧都係一個咧好薄嘅一個咧所謂叫做利益之下咧一路去成長增長。咁啊，高 B 哥咧晏少少啊，同大家咧講一篇咧，亦都係咧類似，不過咧佢就由另一個角度講嘅，就係咧邊個咧？就係巴菲特啦。OK， 咁啊嗱，大家都認為咧就係巴菲特咧，本來咧就係一個又唔係去到神人嘅，但係咧喺經濟啊或者係財經啊或者係投資界裏邊嚟講咧，咁我諗都冇乜人夠膽忽略佢嘅講嘢嘅，即係個份量係咪？咁但係佢究竟講嘅有幾啱咧？咁啊，大家一陣咧可以咧就再等下一條片咧先同大家講，好嘛？咁啊講翻咧坎貝爾今次呢個文章先。咁啊呢篇咧就係一篇咧由白宮前高級官員啊坎貝爾嘅文章嚟㗎。佢裏邊咧詳細咁論述咗啊當前呢個中美競爭之中咧美國嘅戰略誤判同埋咧錯誤嘅做法，呢度咧不禁令人感慨啊！佢嘅戰略眼光咧可以講得係十分之咁毒辣啊嚇，唔係獨立啊，毒辣啊 ，OK， 毒辣啊！提出嘅對抗嘅一啲策略咧，亦都係十分之咁陰險噶。我哋可以咁講我哋要知己知彼。如果唔係咧，就唔能夠百戰百勝噶。咁所以我哋要知道咧，對手咧係諗緊乜嘢。嗱，儘管咧我哋自己中國裏邊嘅內宣咧，似乎更加係傾向於咧展示敵國咧佢哋嘅國家嘅政要們佢哋嘅負面形象，嚟到凝聚翻我哋嘅民眾噶。但係知道對手嘅老練啦、老謀深算啦、不擇手段啦，喺對抗咧逐漸加深嘅呢種嘅年代咧，係非常之咁有必要嘅。而今次呢個文章咧，可以講得係咧高談闊論啊。OK， 咁啊，大家聽下個文章講乜嘢啦。咁嗱，首先咧就係呢個文章咧，唔單止咧就有坎貝爾噶，除咗坎貝爾咧，仲有咧一個叫咧 Rush Dorsey 嘅人，咁一齊咧寫呢篇文章嘅。首先咧講翻前邊呢位就係坎貝爾先啦。佢喺拜登嘅任內咧，佢係曾經咧做過美國嘅副國務卿兼咧國家安全委員、印太協調員，即係我哋所謂嘅印太沙皇啦。
而另外一位Rush Dorsey 咧，佢係曾經擔任外交關係委員會嘅戰略倡議項目負責人㗎。喺拜登嘅執政期間佢係曾經出任呢個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與台灣事務副高級主任。咁所以可以講得呢兩位喺美國嘅政府裏邊嚟講相對嚟講都叫中國通㗎啦嚇。OK， 好啦，咁自從喺拜登執政嘅時期就開始專注咁研究中國，而喺中美競爭嘅議題上邊經常都係負責搞事㗎。嗱，文章開始嘅時候首先講述一個中國人可能唔係好了解嘅美國嘅內情啊。嗱，咩叫美國嘅內情呢？佢話而家美國嘅國內其實正係喺度經歷緊由一個叫做失敗主義去到呢個勝利主義所引發嘅對中國一個戰略嘅誤判嚟㗎。咩意思咯？咁作者就認為喺過去嘅幾十年裏邊，美國人都經歷咗一個飛速嘅一個經濟嘅增長㗎。而國際貿易主導地位同埋呢個日益增長嘅地緣政治嘅野心並且係警惕住有朝一日中國係會趕超一個戰略上分心而且政治癱瘓嘅美國嘅。嗱，喺呢個2008年嘅金融危機之後尤其係喺呢個新冠疫情嘅高峰期嘅時候，好多嘅戰略家都認為呢一日嚟啦，終於到啦。然而隨住呢個疫情結束呢個中國嘅高增長嘅經濟態勢係未能夠恢復㗎。咁美國人嘅睇法突然之間又轉向令去咗另一個極端㗎嚇。呢個鐘擺效應去咗另一個極端。佢哋睇到中國而家面臨緊一個叫老齡化所帶嚟嘅人口結構惡化。另外就係青年佢哋嘅失業係加劇㗎。仲有係日益加深嘅一個經濟嘅停滯，所以就不斷喺度煲呢三件事啦。好啦，反觀美國美國自己喺呢個人工智能方面又或者其他嘅技術領域方面係取得到突破嘅。而經濟睇落好似好繁榮咁股市亦都係創緊新高噶。OK， 咁於是美國人就喺呢2年裏邊形成咗一個新嘅共識。咁咩新嘅共識呢？就係一個衰老而且行動緩慢，仲有係日益唔係好靈活嘅中國啦。咁係唔能夠係唔會超過呢個崛起之中嘅美國㗎。嗱，呢個就係佢哋呢2年形成嘅共識啦。咁呢個大致上就係 MAGA 派即係佢哋嘅一個主力軍嘅一個諗法睇法嚟㗎。好啦，但係作者就話啦，華盛頓亦都從悲觀轉向咗個過度自信㗎。好啦，但係正如過去呢個失敗主義嘅誤導令到中國獲得咗韜光養晦。嗱，佢仲另外用一個字一個詞眼，呢個詞叫做咩呢？猥瑣發育嘅一個機會。即係我哋喺韜光養晦裏邊其實喺度壯大緊㗎。咁但係佢又用咗一個猥瑣猥褻呢個字眼嚟形容我哋嘅發育佢攞咗呢個機會。好啦，到今日美國佢哋嘅國內又反而調翻轉彌漫一種叫做勝利主義，同樣亦都係引發咗錯誤㗎。嗱，佢會誘使到美國政府低估咗喺呢個世紀裏邊唯一嘅潛在競爭者嘅。喺提出呢個同主流睇法唔係好一致嘅觀點之後兩位作者開始列舉一啲數據史實出嚟，說明警惕中國嘅合理性㗎。首先佢哋提出中國嘅 GDP 已經係超過咗美國嘅70% 㗎啦，而喺個關鍵嘅指標上邊中國亦都係已經超過咗呢個美國㗎啦。好啦，從經濟嘅角度嚟睇中國嘅製造能力係美國嘅2倍嚟嘅。而喺呢個技術方面中國主導住從電動汽車去到第4代嘅核反應堆各個嘅領域㗎。並且喺每一年能夠產生更加多活躍嘅專利啦，同埋一啲引用率最高嘅科學論文添。至於軍事方面，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嘅海軍。呢個有少少鼓吹誇張。咁但係真係㗎，我哋日日咁樣下餃子嘅話，你而家唔係都將會係啦，肯定。OK， 無論喺數量上面同埋噸位上面OK， 咁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嘅海軍，造船嘅能力亦都係美國嘅230倍㗎。而
而導彈嘅庫存亦都喺度大幅咁增加緊，擁有咧世界上最先進嘅高超音速導彈。呢個咧就係連美國咧都攔截唔到噶。咁喺呢個基礎上邊即使咧中國嘅經濟增長係放緩都好啦，或者你又話佢個體系失效都好啦，其實咧佢哋嘅戰略地位咧依然咧係強大噶。當然啦，反對者咧就會認為，呢啲咁空泛嘅數據優勢並唔能夠咧説明個問題喺邊度嘅。呢個咧就好比一個咧一身肥肉嘅虛胖嘅一個咧人士，喺一個咧精瘦而且咧係肌肉猛男面前咧，好有可能咧係俾人哋一拳咧咁就打倒佢噶啦。但係文章咧就話你要以史為鑑嘛，指出喺國家競爭之中，規模化所能夠帶嚟嘅一個咧顯著嘅優勢喺邊度㗎？佢話人類社會演變嘅過程之中咧，隨住生產力發展趨於穩定，人口比較多啲，地理覆蓋嘅範圍更加廣闊嘅，再加埋經濟實力更加強大嘅國家咧，將會逐漸咁擴大佢哋嘅規模㗎。OK， 擴大個規模，跟住趕超嗰啲較細嘅領先國家。呢個咧就係歷史嘅一種演變啦。喺呢個咁嘅動態嘅演化係會貫穿咗大部分嘅歷史㗎。以美國為例，美國咧喺上個世紀係從中得益嘅。佢順應咗歐洲嗰種工業化嘅潮流。跟住之後咧就利用佢哋喺大陸規模同埋呢個龐大嘅人口嘅優勢咧，超越咗英國、德國同埋日本㗎。而最終咧亦都超越埋呢個係呢個蘇聯嘅。到而家咁正正係中國咧從呢種嘅動態演化之中獲益㗎，而美國咧就反而面臨緊俾呢個技術超越啦，俾即係中國嘅技術超越啦，佢哋自己嗰個經濟去咗工業化，而且佢哋喺軍事上邊俾呢個規模同埋生產力更大嘅競爭對手擊敗嘅一種風險㗎。好啦。喺你展述完佢嘅觀點之後文章面對住就下一個問題就係咩呢？就話美國應該點樣做好呢？咁佢就話到面對中國呢個規模化嘅優勢作者認為只有呢個團結盟友先至能夠係與之對抗嘅啫。OK， 又翻返去團結盟友因為中國嗰個規模化唔係美國單打獨鬥能夠可以同佢抗衡㗎，咁所以一定要規模化。好啦，咁文中就講到佢話喺下一個嘅年代，喺下一個嘅時代先啱下一個嘅時代，中國擁有嘅係規模，而美國係冇佢話至少單靠自己係冇咯。因此佢唯一可行嘅路徑係咩呢？就係要同其他嘅國家結盟㗎。所以嘅話，華盛頓喺呢個複雜嘅全球競爭之中單獨咁樣嘅行動係尤為不智㗎，尤為不智咁如果美國退縮到翻去呢個西半球嘅勢力範圍之內，咁就會將世界嘅其他地區讓俾一個參與全球事務嘅中國㗎啦。OK， 咁即係褪翻出嚟嘅話就會俾中國保位啦咁作者分析就話，美國以往嘅結盟體系嘅特點，同埋當前為應對呢個中國所挑戰所需要係會作出一啲調整㗎。佢哋認為華盛頓唔能夠再依賴過去嘅方式同嗰班盟友去合作啦。盟友唔能夠再成為美國嘅一個即係所謂叫做絆腳石㗎，係咪？牽絆腳石，亦都唔能夠變成一個附庸，又或者係國際地位一個象徵，而係相反係要助力美國實現呢個大國規模所需嘅能力嘅提供者㗎。咁所以譬如好似假設咁講而家就夾硬拉呢個台積電過去就其中一樣嘢。不過特朗普就成日想一箭幾雕，就將呢啲嘢就拉翻過去美國做，仲要人哋整個產業鏈過去。咁
可能咧美國咧有一個咁樣嘅實力咧去咧，譬如驅趕台灣省呢啲咁嘅地方，但係其他嘅國家咧就唔係咁容易做到啦，係咪？咁再加埋咧就係呢樣嘢咧係要相當一段時間㗎，而且再加埋咧實際嘅情況咧，亦都咧如果所有嘢咧去到美國嗰度生產咧，呢個係一個唔實際嘅情況嚟㗎，即係唔實際嘅意思即係話成本太高啊嘛，太高嘅時候仲可以點樣解決咧？係咪？所以咧搞唔掂㗎。好啦，咁啊。嗱，跟住啦，頭先講咗咧，就係話，如果啲盟友啦，做唔會變成咧絆腳石啊，唔成咧，應該咧係要助力美國先至啱噶。而美國咧需要一種咧能夠實現雙向流動嘅一種聯盟體系。嗱，佢話對於軍事力量嚟講，規模擴張咧需要咧一種咧雙向流動嘅力量。嗱，包括咗盟友去投資美國國防工業教育嗰部分。即係幫美國補足翻國教育嗰部分係咪？嗱，以及係喺歷史上邊咧未獲得先進美國軍事技術嘅盟友咧，提供一啲更加慷慨嘅援助。咁所以咧就有咧阿 Stephen Miller 話：喂，不如你直接俾錢我美國啦咁樣話。咁呢個唔係淨係錢嘅問題，即係譬如好似咧而家夾咗呢個韓國咧，去幫佢哋造船或者喺佢哋投資度造船咧，就係講緊呢一樣嘢。喺歷史上未獲得先進軍事技術嘅盟友啊，提供慷慨嘅援助，所以咧韓國咧就要去到呢個美國嗰度投資，兼且喺嗰度咧幫佢重建嘅造船業，而換取嘅咧就係美國咧就話咧幫佢咧做核潛艇啊，擺喺佢嗰度噶，係咪？呢個就係獲取美國呢個軍事技術嘅一部分啦。嗱，對於咧經濟嚟講啊，規模咧意味住啊喺構建對中國個性產能啊嘅呢個共享關稅同埋呢個咧係所謂叫監管牆嗰度，同時之間咧亦都建立一個新嘅協調機制、產業政策同埋咧市場份額㗎。咁啊喺技術方面啦，建立一個共同投資規則、出口管制同埋咧科研保護，以防止咧技術咧轉讓咧去到中國嗰度。而同時啊，亦都要進行咧聯合嘅投資㗎。咁啊，而家美國係咪做緊或者做緊部分咧？大家咧可以觀察一下嚇。好啦，咁啊呢啲嘅步驟啊，標誌住咧原則上一致咧嘅一種鬆散聯盟，同埋實踐之上咧喺呢個咧互相融合嘅聯盟之間嘅區別㗎。即係將所有人咧拉翻埋身邊，唔好再各自發展啦。我做指揮，你哋聽我講，你哋要發展乜，你哋要發展乜咁樣嘅一種聯盟方式。OK， 嗱呢一種咧以所謂共享能力，大家咧分享嘅能力啊，為戰略基礎嘅一種聯盟體系咧，將會使到美國同埋佢哋嘅伙伴啊，都能夠咧擴大嗰個規模，並且係快速咁咧贏得競爭㗎。鑑於此嘅話咧，作者亦都提出咗就話喺呢個二次大戰啊結束之後咧，美國嘅結盟啊，將首次唔再為投射權力，而係為咗咧係維護佢哋嘅權力㗎。OK， 咁啊釋放咧呢個咧聯盟嘅潛力，應該咧成為咧本世紀啊美國治國嘅核心任務㗎。OK， 咁啊呢個咧亦都係咧即係其實民主黨嘅諗法嚟嘅，共和黨係相對比較難諗啦。喂！嗰個聯盟唔係要投射我哋嘅權力出去，話我美國係霸主，我哋係最威，我哋要指指點點你咁做，而係調翻轉係維護住個權力喎。咁呢種諗法咧係一種理論上嘅，係一種喺個腦裏邊咁嘅方式嚟嘅啫。實際做出嚟嘅時候，個效果同後果咧都唔會係咁噶嚇。咁啊，無論如何咧，佢話要釋放翻成個聯盟嘅潛力，變咗成個世紀咧美國治國嘅核心任務。咁喺文中咧，呢個咧作者仲發出咗咁樣嘅既尖鋭又傲慢嘅警告㗎。佢話：如果美國唔能夠同其他嘅國家推進一種規模化嘅狀況，又或者咧退出一啲聯盟嘅情況之下，退縮翻去到咧西半球嘅話，咁樣喺未來嘅一個世紀嘅競爭裏邊咧，將會迎嚟中國嘅勝利㗎。而美國就好似之前英國一樣，將會俾一個咧規模空前咁嘅大國咧嚟到削弱你㗎。咁佢將會咧面對住一個咧俾多個大國分裂嘅世界。我哋將會面對住一個多個大國分裂嘅世界㗎。但係中國咧係其中最強大㗎。喺呢個某啲方面嚟講甚至乎可以咧話係超越咧所有嘅強國㗎。
結果將會係一個咧更加弱、更加貧窮同埋影響力更加低嘅美國嗱，以及係由一個咧由中國制定規則嘅世界嚟㗎。OK 嗱，睇到啦。所有呢啲咁嘅結論咧，佢哋都係咁樣噶，成日都話：哎呀，我哋唔可以咧生活喺一個咧中國即係做一個咧所謂講規則，由中國制定規則嘅一個世界裏邊咁樣。呢種咁嘅傲慢咧，你真係頂佢唔順啊！好啦，縱觀翻咧成篇嘅文章雖然咧喺感性上咧我哋唔願意承認，但係理性上邊嚟講咧，呢個的確係一篇咧震耳而且係發聵嘅一個咧雄文嚟㗎。點解咁樣講呢？企喺國家意志嘅宏大角度嗱，唔係平民喺國家意志層面嘅一個宏大角度，佢可以講得係有邏輯嘅、有數據嘅、有史實咁樣指出咧中美嘅競爭嘅關鍵所在，並且咧係俾出一個咧詳細而且可操作嘅一種咧行動指南㗎。嗱，呢篇嘅文章咧可以話不辱美國頂級智庫嘅名聲。同時之間咧，亦都警示我哋美國嗰邊政府嘅高層咧，唔單單只係有咧中意咧發下推文即係 Twitter X 嗰啲咁，又或者咧唔單單咧淨係中意咧轉換下佢哋嘅性別嗰啲咁樣啦，嗱，實際上縱觀翻咧最近幾年嘅美國政府嘅動向，無論係放縱呢個小日本，又或者咧係咧撥動呢個咧菲律賓，定一話咧係脅迫呢個台積電去到美國嗰度咧係做起廠，亦都係同中國咧開打呢個貿易戰等等都好啦。呢啲咧都係暗暗咁合咗咧呢篇文章裏邊嘅行動路線㗎。可以見得係話咩咧？就係我哋咧可以咧喜聞樂見就係單憑阿川建國一人之力咧，能夠拖垮美利堅嘅呢個情節，將係冇辦法咧係上演㗎啦。嗱，睇完呢篇嘅文章，你哋認為我哋應該用翻咩對策去對付佢咧？呢篇文章就講晒啦。但係咧，我即係認同啲唔認同啲。點解咁樣講咧？ Kurt Campbell 咧一路睇到嘅嘢咧，就係認為咧呢個世界裏邊咧，大家咧都仲係同心同德咁樣咧，將美國咧捧喺呢個咧金字塔嘅頂尖嗰度，希望咧由美國咧帶領住成個世界㗎。但係咧，當咧人窮就志短亦都係講翻個轉頭就係，無論歐盟又好啦，或者咧其他咧以前咧美國嗰啲附庸國都好，其實咧已經咧好唔順美國，再加埋美國自己而家咧大手大腳咁使錢使到自己咧富家子弟咧拖垮自己個家族生意變咗開始冇錢嘅時候咧，就要喺盟友嗰度搶錢。呢個我個講法咧，唔單止係講緊咧係特朗普其實喺拜登嘅年代都已經係搞埋晒嗰啲咩假聯盟一年開3次會大家吹下水跟住咧出個咩聲明空一空中國中國人有得閒回應下去咁就算，但係實際上咧冇做過任何嘢，不過使錢大手大腳咧就恐怖到爆㗎。當中有冇咩貪污有冇咩行賄嗰啲咧，就我哋唔展開嚟講啦無論如何咧，即係無論喺呢個特朗普嘅1.0至到拜登4年，再到而家嘅特朗普咧，簡直咧使錢咧係恐怖嘅，有咧10幾萬億嘅國債咧就一跳到上嚟30幾萬億，足咧就係差唔多幾年裏邊咧一個 double 上嚟嘅。呢個咧咁樣嘅使錢手法嗰個速度咧，坦白講，你搞個乜鬼嘢嘅聯盟都搞唔掂而且你咁樣使錢法，你咪拖垮其他國家咯。因為大家知唔知道咧，個世界係動態發展噶嘛。當你咧一路喺度咁樣使錢，而其他國家如果唔使錢嘅話咧，其他國家就會俾你咧突然間咧就即係俾你會領先過人哋國家好多好多，你會買咗人哋好多嘅資源翻去，你會咧可能咧又抄底抄埋人哋嗰啲優質嘅產品，所以咧當你發展嘅時候，人哋係會一齊發展先得㗎。如果唔係唔掂，但係因為咁樣嘅發展嘅時候咧，喂，你美國嘅信譽同埋呢個德國或者法國嘅信譽係唔同㗎嘛，啱唔啱？所以佢哋咧會經歷一個咧好痛苦、好艱難嘅時期㗎。再加埋咧，你而家美國自己都搞唔掂，開始咧連息都還唔起嘅時候，就唔會還唔起嘅。不過好辛苦咯，4萬幾億嘅收入，1萬幾億嘅支出，淨係利息係咪都未計本金，咁所以咧比較辛苦咯。但係頭先佢講嘅一切咧，都係希望咧美國咧繼續咧喺呢個咧金字塔頂尖，
而其他嘅人咧都淨係咧一定要捧佢咧上去個掌心嗰度，當佢係大佬，當佢係寶貝咁去呵護。但係實際嘅情況睇歐洲就知道已經唔係呢一回事，亦都唔想係呢一回事啦。咁再加埋，就算點樣托住你都好啦，佢到嗰個文章裏邊都冇講到好詳細嘅，就係中國呢個咧系統性嘅長期優勢啊，同美國啊頭先講嗰紮咩聯盟啊，又或者咧要利用其他國家嘅能力一齊共享嘅能力啊，呢啲嘢咧，其實咧相對之下咧係咪真係能夠咧係比較㗎？嗱，因為點解咁講咧？淨係嗰個世界嘅工業生產，而家 G7 加埋晒都唔夠中國嚟，即係佢隔七個國家，有人咧甚至乎戲言就講 G7 工業國喎，廢話，淨係美國就唔係工業國啦，已經 G7 裏邊咧得德國一個國家勉強仲可以稱之為工業國，而其他嗰啲全部都已經唔係嗰回事嚟㗎啦。係咪？咁唔係嗰回事嚟嘅時候，你仲當自己係嗰回事，咁梗係錯得好交關啦。咁所以咧，所有嘅一切咧，唔係淨係話我有策略，我有諗法就得嘅，而係現實上邊嚟講咧，你根本咧已經咧冇能力做翻嗰樣嘢。譬如假設咁講，美國而家不停喺度講再工業化，再工業化，到今日特朗普上場足嚟，如果去到12月2號嘅話咧，就足上場咗11個月㗎啦。有幾多嘅再工業化翻得到去啊？佢係夾硬夾咗呢個台積電過去，呢個係真嘅。撥動咧就或者咧叫做咧嘅激活咗咧呢個咧美國嘅半導體行業，譬如係AMD 啊、Intel 啊一大扎嘅都係嘅。咁但係喂，做船業而家先至實話有半撇啫，半撇咋 ？OK？仲有啊，佢成日搞中國嗰啲龍門架啊，唔知邊個幫佢做咧？仲有嗰啲咩家電啊，即係小家電啊、家具啊、玩具啊、衫褲鞋襪啊，總之咧係平民百姓所需要嘅咧，全部咧佢哋咧都冇回流翻去㗎，因為喺美國嘅成本實在太高啦，根本就支撐唔到，咁所以唉。又係一個虛幻嘅好宏大嘅一個咧戰略嘅即係宏圖喺度，但係你呢個宏圖究竟實唔實現到？邊個幫佢實現？同埋佢哋有冇能力實現？應該點樣做先可以實現呢？最後都係講一句啦，喂，去到2028年，特朗普或者共和黨唔知再選唔選到喎，可能到時又一番新景象啊！我自豪，因我多角度思考，晏啲再見，拜拜。